領袖嘅英文係咩啊？leader 嘅相反係咩啊？咩啊 ？follower。咁如果一個人冇 follower 啊，佢可唔可以叫自己做 leader 啊？唔可以。OK。咁我好膚淺咁答咧，作為一個領袖咧，最基本咧，你要有 follower。我聽到好多人成日都覺得自己係領袖，但係又好似冇乜人跟佢嘅。咁即係冇人跟，咁點可能係領袖咧？你最多係一個出名嘅人啦，或者一個成功嘅人士啦。成功同出名嘅人士未必表示一定係領袖喎，係嘛？領袖要有人跟你先係領袖喎。咁當然啦，有多種方法揾人跟你嘅，係嘛？你大把錢，咁你知好多有錢佬成日都有幾廿人跟住佢噶啦。咁嗰啲算唔算係領袖啊？都唔係好算啦，係咪？咁即係表示咧，要有能力同埋有啲素質，令到有好多人肯跟隨你。跟隨你咧，唔係淨係揾飯食喎，跟隨你可能係追求好多唔同嘅嘢嘅，係咪？咁嗰啲都係叫做領袖。一個牧師都係一個領袖，有好多人跟佢嘅，係咪？但唔係揾食喎，係揾心靈上嘅糧食，啱唔啱？係咪？咁所以你要記住，領袖最基本要有人跟。好啦，咁所以今日嘅最主要嘅同大家分享，你要有人跟你，唔係一兩個啊，一兩個啲就好多時我哋叫傍友啊，係嘛？你真係要好多人跟你嘅，又比較正面啲嘅咧，咁你要有啲咩嘢能力啦？想問下大家。咁我第一會諗到嘅咧，就係一個人跟你，一定要對佢自己有好處，佢先至會跟你。咁即係基本上嘅領袖咧，要係幫跟隨佢嘅人咧，解決到佢哋嘅問題同佢哋嘅需要。好啦，咁啊講下需要先。有啲咩需要咧？做人首先我講講啦，最大嘅需要，最多人有嘅需要係咩需要啊？錢係嘛？經濟需要。OK， 唔好呃自己啊。OK， 經濟需要，錢係重要噶。錢唔係萬能，有咗佢唔係你一定會好開心，不過冇咗佢咧，你都幾難成日好開心。咁啊，經濟需要好緊要。咁呢度咧，我講少少關於我呢幾年嘅經歷。咁我發覺咧，你作為一個領袖，你有啲人跟你，你希望提升佢哋嘅經濟收益。如果你基本上係有固定薪金咧，其實好難發揮到個作用。咁其實你知而家好多啲企業都轉咗做浮薪啊，或者花紅啊嗰類啦。花紅咧就其實係如果公司唔好你就冇，公司好你就有，係額外嘅嘢嚟嘅。咁對好多人嚟講咧，其實就唔係好緊張，唔係好入肉嘅，因為呢樣嘢根本唔係佢噶嘛。浮薪就唔同啦，浮薪就係將你原本有嘅嘢，將一部分變咗做浮動嘅。咁即係話咧，花紅咧就 all carrot but no stick。嗱，我中英並用啦，你哋唔介意啊嘛？花紅嘅意思咧就真係冇 downside 就係 upside 嘅啫。咁但係浮薪咧係有 downside 又有 upside。其實我個人覺得浮薪係最可以提升到好多人嘅動力。好啦，咁你作為一個領袖，如果你係相信可以幫到人有經濟需要咧，好多時嗰啲機構咧而家開始行浮薪制。咁我而家同啲同事每一次有啲新同事嚟咧，我第一句說話就同佢講：你哋嚟跟我一間公司啦，我係個領袖啦。我嘅責任
係幫你哋創造你哋嘅財富。咁佢哋聽得好特別，即係好怪。佢哋會覺得咧，佢哋係嚟幫公司做嘢，幫我哋去賺取股東回報。但我解釋俾佢哋聽，我哋有呢個浮薪制。其實如果佢哋個個都攞到一啲額外嘅浮動薪金咧，一定係表示公司做得好先有嘅。咁所以變咗咧，我同佢哋講，我作為一個領袖嘅責任咧，係主要係幫佢哋諗點樣開源節流咧。其實好多時佢哋自己會搞掂嘅。老闆如果淨係掛住諗節流、諗縮數，其實咧生意係做唔大嘅。你真真正正要做到跨國企業，最高決策者係要大部分時間係要諗開源，點樣做多啲生意，點樣擴大市場，點樣擴大個版圖。但係喺一個唔好成本膨脹得好犀利嘅情形之下，但係純粹靠控制成本，唔會令到你間公司有前途。咁所以我哋咧領袖真係要解決好多跟隨者經濟需要咧，嗰個成個公司路線啊，所謂藍圖啊，喺開源方面咧好緊要。其實某程度上，行政長官係香港最高層次嘅領袖，佢亦都係好需要提升香港每一個市民嘅經濟需要嘅經濟收入，啱唔啱？而家點解社會咁多矛盾呢？就係因為有好多基層嘅人呢，10幾年呢個收入冇起到嘅，但係有另外一橛人呢，就起咗幾倍、10幾倍、20幾倍，呢個就係最大嘅矛盾啦。咁即係喺呢個角度嚟睇咧，我哋香港嘅領袖未可以做到咧，提升我哋所有嘅跟隨者嘅一個整體嘅經濟需要。咁個問題喺邊度咧？就好似我正話咁講啦，我哋有冇一個藍圖咧？到底香港應該係一個點嘅城市咧？我哋有冇一個長遠嘅規劃咧？大家對國家嘅發展，我諗都略有所聞啦，係嘛？佢每5年係一個規劃噶嘛，係咪？而家建國以嚟咧，佢每5年一個規劃，1949年，而家係第12個5個規劃，咁即係60年啦。啱啱我哋國家60歲啊嘛，係咪？60歲就啱啱12個5年啦。咁而家佢就規劃緊第12個5年啦。咁佢哋嘅做法咧就5年、5年、5年、5年，有個 5-year plan。個 5-year plan 咧就係個藍圖。咁好多年前嘅 5-year plan 咧，可能係讓一小撮人富起來。你聽過呢句説話啦？好多年前噶啦，鄧小平嘅年代。到今日嘅 5-year plan 咧，完全面目全非，變晒。唔講錢噶啦，今日嘅 5-year plan 咧係講生活素質啊、環境啊、減排啊，已經唔係咁多講發展噶啦，因為主要咧國家發展得太快，消耗其他啲嘢太犀利，大家明啊嘛？咁所以咧藍圖係好緊要嘅，但係香港回歸咗到今日。真係有冇人攞嗰個藍圖出嚟咧？冇嘅，所以香港人而家咁彷徨。我哋又冇一個5年嘅規劃，係嘛？你話回歸之後，我哋都試下嚟一個啊，第一個5年啦，第二個5年啦，第三個5年啦，但係冇嘅。咁所以咧喺呢度咧就有少少問題啦。咁另外一樣嘢關於領袖咧，要解決佢嘅 follower 嘅需要咧。就係一個心靈嘅需要，你唔好睇少呢樣嘢啊！心靈嘅需要可能同經濟嘅需要差唔多咁重要。咁咩係心靈嘅需要咧？每一個人都需要有
成功感，要自我確認。你哋在座每一位諗下先，你連你自己都唔係好睇得起嘅，你點可能好積極去做嘢呢？呢個係一個好基本嘅心靈嘅需要，每一個人都好想有一個確認俾自己。我最近美國我讀中學嘅校長嚟咗香港，我同佢打咗入波，佢都做咗10幾年㗎啦，老人家。同佢講起外國啲學校，咁佢話佢而家咧有好多種sports，佢籌錢今時今日咧主要就唔係起班房，係起好多啲設施，搞好多班房以外活動。咁我問佢點解美國人咁注重班房以外嘅嘢？其實係全世界我諗佢哋做得最好。點解佢哋咁注重咧？咁佢講俾我聽，佢話好得意嘅，10個學生通常咧有3、4個讀到書嘅啫，其他啲人咧係就冇興趣就冇興趣。如果你純粹讀書一個指標咧，呢班人冇咗自我確認咧，將來就係失敗者。美國教育就刻意幫所有嘅人揾機會俾佢哋自我確認。咁佢嘅信念咧就係我越多活動就越有機會每一個同學揾到一啲嘢確認佢自己嘅，音樂啦、藝術啦、運動啦，甚至乎 community work 咁咧就變咗個個人都覺得自己有一啲嘢係成功嘅，有少少嘅 self-worth。佢一句説話講晒，佢話佢辦學嘅目的，我係其實第一次聽到校長咁講啫。佢話我辦學嘅目的，一個人由入學到離開我學校，我係得一個責任嘅啫。咦，我話咩啊？你通常香港傳統就係咩啊？梗係考3個 A 4個 A 啦，係嘛？你入大學啦，多數係啲指標啦。佢嘅睇法咧，就係我係得一個目的嘅啫，就係佢離開嘅時候，佢可以自我確認，佢對佢自己覺得有一個存在嘅價值，唔知佢邊一方面，咁佢就覺得佢係一個成功嘅校長。好啦，咁我同佢傾開喎，咁我話喂，中國人有句説話，失敗乃成功之母。我問佢點睇，佢望住我笑一笑，佢話 rubbish。我話嚇咩 rubbish 啊？我都好信喎，失敗乃成功之母。佢望住我，佢話失敗乃成功之母咧，10個人之中咧，可能2個人應用到嘅。OK， 呢2個人係好叻嘅，打極都唔冧，屢敗屢戰。但係其他8個人咧，好多時受唔住失敗咧，就冇心機嘅啦。咁佢嘅睇法咧，就係話 success breeds success。佢話成功乃成功之母。嗱，佢有咩睇法喎？只不過咧，佢將個成功個巴降到好低，佢令到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成功。佢有好多方法令到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成功。佢又話咧，佢見過好多人咧，有少少方面成功咗咧，成個人脫胎換骨嘅。咁所以佢咧就成日係刻意揾機會，俾每一個學生製造佢自己嘅成功。咁所以變咗咧，佢嘅睇法咧，同世界乃成功之母咧，又好似有啲唔同啦。